得㗎。呢句經典廣告嘅對白係我方校友劉德華先生所講。香港係一個主要提供服務性行業嘅城市，呢一句説話咧對每一種服務性行業都合適，因為連的士業都亦無例外。顧客嘅要求咧日新月異，每日咧都要求更好，服務質素咧不進則退，但係的士服務嘅質素咧反而每況愈下。的士司機態度差劣、黑的方分獨起等等咧，都令到的士嘅服務質素下降，乘客咧對的士敬而遠之。而今日引入優質的士咧，就能夠對整體嘅的士服務提升質素啦。喺講所有嘢之前咧，我要搞清今日嘅概念。今日嘅概念有3個：香港的士、優質的士同普通的士。香港的士係一個冇概念，佢下下咧有2個子概念，分別係優質的士同普通的士。而呢2個概念咧，分別係交叉關係。交叉關係咧，即係話呢2個概念雖然內涵有啲唔同，但係咧佢所反映嘅外延咧係有一部分相同嘅。邊一部分相同咧？就係、直達目的地個人服務、個人化服務。所以咧，佢哋嘅客源咧係相近，從而引起競爭。嗱，佢哋嘅開店咧同義父咧開始出現咗矛盾啦。點解咧？因為佢哋開店咧，一方面咧就話香港嘅的士服務點樣差啦，點樣濫收啦。而義父咧一開始就話今日咧嘅情況咧其實唔使差到用優質的士去改善嘅。咁樣咧佢哋就違反咗同一律嘅要求。佢哋要喺相同背景下，所以討論出一個相同嘅方案。而有方咧就不停咁提出呢個評分制度啦。其實評分制度咧都係投訴嘅表達一種。佢哋唔中意想投訴咧就俾低啲分，咁樣咧其實都係投訴嘅一種，亦都同以前嘅投訴機制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啫。而優質的士咧係以專營權嘅形式運作，政府咧就計劃推出3個嘅專營權，防止一家壟斷。優質的士咧擁有僱傭關係，因為顧客咧會投訴差劣嘅的士服務，所以的士服務嘅質素咧將會同佢哋有冇嘢做有直接嘅關係，做得唔好就會俾人炒。因此咧，專營權能夠確保到優質的士嘅服務質素。咁樣專營權咧其實唔係想全部的士都擁有，專營權咧係為咗確保優質的士嘅服務質素，以去同傳統的士去競爭。傳統的士咧之所以面臨式微嘅危機咧，原因咧就在於低水平嘅服務。交通諮詢委員會嘅調查就顯示，2014年咧有10,060宗嘅的士投訴，2015年咧有13,790宗投訴。今日優質的士咧就正正能夠引入競爭，令傳統的士嘅質素咧提升，以應付競爭。因此咧，傳統的士面臨危機嘅原因咧並非優質的士。優質的士咧絕對唔係藥石亂投，更加唔係雪上加霜，反而咧係對症下藥。今日真係好可惜，可惜嘅係咧，有方睇優質的士睇得如此咁表面，同傳統的士司機一樣，唔知道的士業界嘅詬病喺邊，就盲目反對優質的士。殊不知優質的士先至係拯救的士業界、改善的士服務嘅最大誘因。